就是迄个，可是好死。红对了，红对了。老帮手，你该做歹代志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给我放开啊！哎呦，走哦！哎呦，救人我救我啦！何明启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暗箭伤人？暗箭伤人的人是伊。老帮手，你两个手下已经互我收拾吧？你还去徛伫这耀武扬威？嘿，我走。多谢出手相救。都不安眠是我的本分。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位何明启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真好斗！有哪只是台湾的第五代人，你若敢对我好白来，你会死甲真歹看。就是因为你那爹是迄贪官老福精，我今日才要掠你的大家教教。以后你若是敢去欺负乡民，当的就不是你的手骨，是你的头。我的手啦，要变老差，你甲我会记的，本少爷绝对袂放你耍的啦。